着最先的荒誕笑話，中間添加幾多設計的對白。新聞的畫面不夠驚嚇，病毒與饑荒，故事戰爭，卡拉 OK 聲掩蓋了空氣吧。從前說過的，在信息間變化。天天反口都不算欺詐，昨日有多少估計偏差，今天所講的，請你再相信。